Hello，我係洪老師，今日嚟到洪老師中文教室，今日同大家再溫習下論人。好，咁嚟到論人，一定要問下乜嘢叫人呢？好，一定要記住，克己復禮為人。點樣達至人？點樣實行人呢？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？好，所以呢度俾我哋兩個信息：一，實行仁德係靠自己嘅，冇人可以幫到你。另外呢，我哋需要克己復禮，即係咩意思呢？要克制自己，使自己嘅言行呢符合禮嘅規範。咁具體點實行啊？咁有一個綱目嘅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咁呢個應該大家都識啦。好，咁實行仁有咩效果㗎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曰，不可以長處樂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。從呢兩處我哋可以知道啦。相反嚟講，即係話仁者可以長久處於貧窮，亦都可以長久處於安樂。呢個係一個果效啦。另外一個果效就係我哋可以成為君子啦。因為君子冇咗仁德就唔能夠成就名聲。意思即係話有仁德嘅就可以成為君子啦。好，咁仁者對於富貴點睇㗎？好，咁主要係可以有呢兩處啦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曰，不可以長處樂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。首先，即係話仁者可以長久處於貧窮，長久處於安樂。外面嘅富貴貧賤對佢嚟講唔重要嘅，重要係佢實行仁德。好，富與貴係人之所欲也，仁者都中意嘅，但係佢唔用正確嘅方法得到，佢唔得到。貧窮低賤，人人都唔中意，仁者都唔中意嘅。咁但係如果佢唔用正確嘅方法去擺脫，佢唔擺脫。好，所以我哋話佢哋係一班安貧樂道嘅人啦。好啦，咁仁者對人嘅態度係點㗎？佢係安於實行仁德啦，仁者安仁。君子無終食之間為仁，造次必於時，顛沛必於時。咁喺呢度我哋知道啦，佢係安於實行仁德啦，佢發自內心，唔受任何嘢影響嘅。另外咧，佢對於人係堅守嘅，所以佢無論時間好短定係佢係一個唔係咁好嘅環境啦，造次啦，或者顛沛流離啦，佢都唔會違背仁德嘅。咁人最高嘅層次係點呢？自是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人，有殺身成仁。即係話佢願意犧牲性命去成全仁德嘅，呢個係佢最高嘅層次。好，咁歸納嚟講，有三樣嘢我哋要知道，仁者會有呢三個表現嘅喎。第一個係能夠安貧樂道啦，第二個無論咩環境佢能夠堅守仁德啦，最後一個就係佢能夠殺身成仁啦。好，咁我哋好快速用咗幾分鐘就溫習咗論人，咁我哋下次見，希望幫到你，拜拜。